姊妹大家平安。咱做伙来看约翰福音的第6章。第6章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耶稣以5饼2鱼让5000个人吃饱的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都出现在4本福音书当中，但是只有我们今天所读的约翰福音的篇幅是最长的，而且也只有约翰福音注明这件事情是发生在逾越节。这就是我一再强调，读约翰福音不能够只是读经文的本身，不是只是看神迹的发生，因为整本约翰福音都是指向唯一的主角，就是耶稣，就是表明耶稣他才是弥赛亚，他是人类的救主。所以在约翰福音的这段经文，主角不是那些肚子饿被满足的5000个人，也不是耶稣的学生腓利、安德烈，更加不是那个奉献出5饼2鱼的这个小孩子。作者用这个神迹引出，耶稣才是生命的粮，到他这里来的绝不饥饿。但是咱来想看卖，伫迄当时为伫耶稣亲赴边遮的人，因的认知感嘛是安尼。伫耶稣互5000个人食饱了后，大家拢感觉非常稀奇，竟然有一个人会当用5块饼2尾鱼，互5000个人食饱。所以这个人一定不是普通的人。所以因伫遐惊奇地讲出讲，哇，这个真正是所要来世间的迄个先知啊！因对耶稣的身份已经对列比进步到迄个先知。但是他们对耶稣是真正的认识吗？其实我们都知道，犹太人一直到现在还在等候摩西所应许给他们的那位先知。因为伫《申命记》18章15节，摩西有安尼讲，你们要等待，因为你们的上帝要从你们的弟兄当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所以你们要听他。所以这个人当因看见耶稣会当无5000个人食饱，伊佫听见耶稣互水变做酒，佫听见耶稣医好别人的病，所以这些人就想说：哇，摩西所讲的那个先知已经出现在我们的当中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拥护他来做我们的王，一定要互伊来带阮来脱离罗马人的统治。但是咱看今仔日经文的落尾是耶稣无利用伊的高人气。耶稣家己退去山里，所以第2天，这个人看无耶稣伫遐了后，因竟然坐船啊去到加百列里遐来找耶稣。哇，兄弟姐妹，这些人看起来非常的热情，这些人非常的热情。好，但是呢，伫遮互咱看见什么？这个人真正是真热心、真热切，伫遐来想要跟对耶稣吗？甚至咱看见，因是用尽因的办法，想要伫遐跟对耶稣，但是因的动机是什么？其实这个人因的心态是咱会当理解的，因为当时的这个食的物件，当时的食物，无亲像咱即马遐尔丰富，亲像咱伫故事内面看迄个带着5饼2鱼的小孩。咱想讲哦，这个囡仔哪遐尔好掠，伊会当一个人摕到5饼2鱼，但是伊摕迄个饼是当时上粗俗的、最干的那种面粉所做的一个面包，并且伊的鱼啊，毋是烘的鱼啊，是迄个腌鱼啊，所以其实这是当时足粗俗的迄个食物。所以这个人当时因一看见讲耶稣一祝谢一祈祷，一下就互5000个人食饼食饱的时。哇！迄个价值，5000个人会当食饱的迄个价值，是一个人伊工作至少半年以上安尼工资呢。但是伫耶稣只要1秒钟就好啊。所以迄若是咱的，咱一定会受到吸引。我想呢，这个食物在我们台湾，在华人的世界非常的被重视。伫台湾特别是安尼，咱会用真侪时间伫遐想讲，我今仔日要食啥？我要去倒位食啥？亲像有当时啊，咱去参观一些花草树木，那些在介绍导览、介绍生态的人讲得非常的精彩。但是你就会听见一句话，这听的人觉得问讲，迄敢会当食哩？我们所关心的就是那个长出来的果实是不是可以吃？
我们也不管什么，我们问的就是嘿干没干家里。所以这时候要是出现一个人，他可以在一转眼之间，他可以变出让你全家都可以吃饱的这样的一个食物，你一定也会对他服服帖帖。所以耶稣有5千个人吃饱这件代志，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那是互因看见一个新验而已。这件代志嘛引起因对因的历史的回想，因为这件代志，头拄我有讲过，是发生伫搬过节。以色列人的祖先伫过完第一个搬过节了后，因就出埃及入旷野。上帝伫因的旅途的中间，互因来食玛纳，互因食鹌鹑，互因食到饱，养饲因。所以现在因即马要过这个搬过节，因看见一个人出现，会当提供遐尼多的食物，所以因得救的迄个念头佫出现啊。我因就遐想讲，上帝竟然伫第一个搬过节的时，会当救阮的祖先脱离埃及人的手，会当救领阮的祖先伫规个旅行中间的需要。哇，现主是这个耶稣出现，会当变出无限量供应的食物。哇，这个人出现，嘛一定会救阮脱离罗马人的手。所以咱会当想象因的期待，所以这个人一看见的心情，就大家去找耶稣。期待耶稣满足因的愿望，不但会食饱，并且嘛恢复以色列规个应当。有时候我们看到这种经文，我会觉得哇，这些以色列真的很现实呢。看到那么多吃的，他们才会想去跟随耶稣。当然，我们不会如此，因为咱即马活伫一个足丰富的时代，咱袂烦恼讲我食面是欠过。甚至咱太侪选择，会当会选择讲我要食啥。但是咱活伫这个真丰富的时代，咱敢有比当时的时代的人搁较认捌耶稣的身份咧？咱敢用真正的心意来跟对耶稣咧？也是其实咱跟对耶稣，嘛是因为咱看见耶稣的快乐，咱掠做耶稣会互咱什么好处，咱才来跟对伊。不过，咱看见伫经文中间，耶稣非常清楚，这个人是为着什么来跟对伊。第一就是期待因的腹肚会当食饱嘛。第二就是希望耶稣会当带因脱离罗马人的统治。但是咱看见耶稣直接拒绝这个人。耶稣甲因讲：“我实实甲恁讲，恁才来找我，毋是因为看见神迹，是因为食饱、食饼到饱那尔。”耶稣知道这些人是因为外在的需要而来找寻他。对于饥饿的人来说，吃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食饱了后咧，肉体满足了后，较嘛会互人袂记得一寡真重要的代志。亲像以色列人因伫旷野食饱了后，不但袂记得迄个手术玛纳是上帝，因也袂记得去挖靠上帝。定定伫遐埋怨，甚至最后伊是做出一个金的牛的安尼事件来背叛上帝。而对于内心有期待的人而言，我们期待上帝能够满足我需要的一切，让我生病的身体能够得到医治，让我忧伤的心灵能够得到安慰，让我能够在众多很纷乱的选择当中，能够做出有智慧的选择。并且上好耶稣，你我欠钱唔免念。但是当我们这些外在的满足外在的需要被满足之后呢，我们是不是看见我们内在生命真正的需要呢？真侪时阵，咱看见是真侪人伊心里拢有了后，伊就袂记耶稣。所以信仰变成是一张天堂的一张入场券。做礼拜成为是我有空才来的休闲活动，而教会的肢体成为是我来交际、来往来的一些人的一个场所。当然，人的满足、人的需要和满足是非常重要。那么上帝嘛，唔免道成肉体来到这个世间，伊嘛唔免来体会咱是什款需要。但是人的需要袂当代表一切。因为咱的需要不时伫改变，你想看卖？你一年前的需要，莫讲一年前好啊！你顶礼拜需要，敢甲你这礼拜需要同款吗？我们的需要不时的在改变，所以我们不能够以我的需要是不是得到满足，
也是得到偌济满足，来评估这个上帝有偌济快乐，这个上帝有偌疼我。所以耶稣直接指出一个，互咱一个挑战，就是人除了过三顿以外，人除了咱的愿望互实现、互满足以外，搁较重要的代志。耶稣讲，无得为着会败坏的美名来着我，着为着长长一个永活的美名来着我。就是人子所要互恁的，因为伊是被上帝所看见的。耶稣直接甲咱讲，人袂当干那一直追求肉体满足，因为信仰比这一切更加奥妙，信仰赢过咱个人的需求。可能弟兄姐妹会辩解，会告诉我说，牧师，因为你是牧师，所以你会当讲安尼。但是阮的生活拢过袂去啊，哪有可能去追求心灵的需要咧？无毋对。这听起来非常合理，人腹肚拢食袂饱，哪有可能去顾着心灵的需要？但是这两项敢有绝对的关系咧？咱来思考看觅。生活真好的人，敢表示伊会当无所挂虑，专心去照顾伊灵性的性命咧？其实咱看咱台湾就知嘛，真侪人生活真富裕，但是因的心敢有心存感谢？因敢有迄个健全的心灵？无，咱看咱的社会是渐渐行对路，所以物质有可能会影响咱的心灵，但是绝对毋是真关键的要素。因为咱嘛看见真侪人，因的生活非常简单，但是因的内心充满恬静，充满安宁。反倒咱看遐物质真丰富，有真侪选择的人，因的内心较充满烦乱，迄个焦躁。无法度好好敬拜上帝，无法度好好亲近上帝。所以兄弟姊妹，咱千万毋通干那甲咱的目睭放伫顾腹肚，当咱干那甲咱的目睭放伫食面、食饱、食剩这个事顶面，咱甲忽略内在性命问题，咱就可能互任何吸引咱的事，将注意力对上帝遐转移到其他的所在，因为你认为我即马追求即项物件。会当取代上帝，因为这项物件会当马上解决我的需要。所以现主时有一寡教会，因拢咧实行一种物件，叫做成功神学。他们强调上帝某一种特质，譬如说，他们只强调说，你只要祷告，你一定会得着，因为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所以你若求另外一半，有的人想要结婚，求另外一半。这个教会就会教你讲，你可以跟上帝求你的另外一半身高要多高，体重要多重。但是兄弟姊妹，祷告就会得着，不是用在我们私心的祷告，这是错误的应用。而且我们要有一个知识，要有一个认知，如果祷告就能够得着，祈祷我就会当得到，安尼是啥较大嘞？是我较大，还是上帝较大嘞？我祈祷就会当得到，是啥较大？是我较大，还是上帝较大？咱会当来思考那个问题。那我祈祷就会当解决所有的代志，安尼我信我家己就好啊。为什么要信迄个帮我超代志的上帝？另外，若祈祷就会当得到，安尼咱看有一寡敬虔、听主的这基督徒，为什么伫咱不断替祈祷了后，因有缘互主接去咧？是讲上帝无听这个人吗？是讲这个人无敬虔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对上帝有正确的认识，因为上帝毋但是慈爱的上帝，上帝嘛是公义的上帝，上帝有伊判断，上帝有伊作为，所以咱要尊重上帝的主权。但是这个物件，你安怎才会当知影咧？你敢若透过参加主日礼拜，绝对无法度会当完全的明白。就亲像咱看这个旧约、新约的这个犹太人，因非常持守因的节期、礼仪，因熟读摩西五经，但是他们却不认识那个站在他们面前的那个真正的救赎主，他们却不认识站在他们面前就是生命的粮。所以赶快。咱若敢若听讲道，非常容易放袂记哩。
所以咱啊家己去读圣经，参加查经班，也是参加教会邀请这老师来开的教育课程，帮助咱对信仰会当有健康的典范。所以弟兄姐妹，咱的信仰绝对袂当一直建立伫期待上帝一定爱快速解决我的问题安尼基础顶面。伊咱看见咱的上帝嘛，毋是安尼伫行代志。其实上帝会当用一个动作，互全世界的人来归向伊，但是咱看见伊敢有安尼做？毋是。在旧约，上帝用尽了所有方法，让人能够认识他。到了新约，我们看见上帝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走向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信仰毋是去食麦当劳，毋是互咱快速得到满足。信仰是爱经过试炼，亲像黄金落伫火炉迄款的锻炼，咱就会当咱来拿顺转。所以有当时啊，咱伫试炼的中间，咱伫痛苦艰难的中间，咱嘛毋通失志，因为这是上帝咧锻炼你。若无上帝允准，无一项事。恁就无得挂虑，因为伊甲咱同在，所以咱毋免挂虑。耶稣特别讲，咱毋免挂虑啥咧？伊讲，恁毋免挂虑，讲恁咧食什么，要啉什么，要穿什么，因为这拢是外邦人所求的。恁的天父也知，这拢是恁欠因的。独大心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这呢，拢要煞互恁。耶稣甲咱同在，伫咱生命每一个时刻。所以提醒咱毋免去挂虑这食、啉、穿，这外在的这需要，咱独伫这来来顺服伫上帝的国度的需要。所以上帝完全知影咱的欠缺，上帝完全知影咱的需要，所以咱会当做就是啥，来顺服伊，来听伊。兄弟姊妹，咱的教会讲顺服伊、听伊，这对咱来讲非常理解。我们都知道，上帝要我们就是顺服他、爱他，这是咱会当接受的观念。但是，咱知影这对伫犹太人来讲，无啥会当容易来接受。互咱会当接受讲耶稣听我，伊无因为我做了偌好，伊无论我有啥物款的条件，伊就是听我。耶稣毋是我是中职，我是牧师，伊才来听我。耶稣虽然看我是一个真平凡的人，但是耶稣嘛听我，耶稣拢接纳我，咱会当接受安尼观念。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讲咧，因的一生就是活伫这规律、这条例中间，这律比对摩西五经所产生的这种种的条例。已经根深蒂固伫遮犹太人内心。这条例甲这犹太人讲啥咧？听讲你一定要完全去遵守这个条例，上帝才会看你做义人，你才会当得到上帝的疼。所以咱知影犹太人非常的辛苦，佮因有种种的条例需要来遵行。但是当耶稣甲这个人、甲这犹太人讲。恁爱去追求迄个永远袂败坏正义的事，咱就当知影讲，为什么这犹太人会想着讲，我爱做什么，才会当来得到咧？我爱做什么，才会当得到耶稣你讲的这个袂败坏的正义咧？因期待是耶稣列出一张单啊，会当互因来遵守。但是耶稣的回答非常简单，耶稣告诉他们说：“你就是相信。”我是上帝所差来，安尼就好啊！你只要相信耶稣是上帝所差来的，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兄弟姊妹，这样就可以了。但是你敢真正相信？有当时咱讲咱是基督徒，但是嘛无一定真正相信。最近我看到一个调查，就是去年 BBC 伊针对2000几个英国的基督徒所做的调查，这结果互我有淡薄仔无法度相信。有1/4的英国基督徒无相信耶稣会过活，
有1/3的基督徒因接受圣经的内容，所以有2/3的基督徒因无相信圣经所写的内容。所以这互咱非常惊吓，因一心自称是基督徒，但是实际上因无认同圣经所讲的，因无相信耶稣的讲话，安尼因敢真正相信？所以相信真正是无简单，因为咱毋是讲咱喙里讲我相信就是相信，咱的内心甲咱的行为嘛爱表现出咱是真正的相信。有一个故事，毋是圣经内面的故事。但是是一个人编出来的故事，伊安尼讲，有一天耶稣的学生围绕在耶稣的身边，所以耶稣在那里教导他们登山宝训。所以耶稣里要讲，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耶稣还没讲完的时，西门彼得举手讲：耶稣，我要做笔记，我要将这物件记落来。另外一个学生回答讲：“你可以再说一次吗？”原本是惊说要约翰的学生，安对的，伊就伫遐埋怨讲：“哎呦，施洗约翰的学生都不用学这些。”马太伫遐拢心，犹太伫遐用挑战的口气讲：“这物件甲现实生活有啥物关系咧？”内面嘛有一个学生是犹太律法非常熟悉的一个拉比，伊就问耶稣讲：“耶稣啊，你的教学大纲没有说你要讲这些，你有教学内容吗？你的重点呢？你要给我们什么样的作业吗？这会影响到我的分数吗？”这时迟到的多马气喘吁吁的走过来，问耶稣讲：“老师，我敢有啥物无听到的吗？”然后耶稣就哭了。当然，这是人编出来的故事，你去圣经找无安尼的故事，你敢若找着登山宝训安尼一个故事。但是实际上，咱看去耶稣这个学生，因跟缀耶稣3年外的时间呢，因甲耶稣做伙困做伙食。但是三不五时，因的迄个个人的情绪，因个人的迄个个性，迄个老我嘛一直走出来。咱看因的行动，看袂出因是完全相信的人。所以兄弟姊妹，咱若是一礼拜才来教会就问耶稣一摆，咱哪有可能去想耶稣所想的代志？咱哪有可能去行耶稣所行的代志？安尼是敢是真正的相信的？所以咱常拢讲，咱是基督徒，咱咧讲一句话是咱爱非常谨慎，因为毋是喙讲出来就是基督徒。毋是咱讲咱是基督徒就是基督徒，所以有当时咱去看去遮个圣经中间遮个犹太人，咱嘛毋免太过去责备因的行为，因有当时当咱伫迄个处境的时，咱嘛有可能会安尼。遮个人咱看去，伊咧看去无情的人食饱安尼心业了后，因竟然佫要求耶稣讲：“耶稣啊，你行一个神业来证明你家己是弥赛亚的身份吧。”甚至因佫讲出因的传统讲：“我的祖先捌伫旷野食过对天倒来的吗哪？”所以耶稣你嘛紧伫即时降落即款的神业互阮看，阮才要相信。咱看这犹太人，咱一定爱来学习，咱家己。可咱伫圣经中间看见耶稣遐尼侪代志，但是咱有时敢嘛是亲像遮犹太人同款。总是耶稣伫遮回答因：手术妈妈的毋是摩西，是上帝。手术妈妈的毋是摩西，是上帝。伫遮嘛，互咱想到前一章第4章，耶稣甲一位撒玛利亚妇人人的对话。耶稣讲：“我就是手术迄个永远袂喙干的活水。”但是即个撒玛利亚妇人人马上应讲：“互阮即口井的人是阮的祖先雅各，你敢有比伊较大吗？”咱嘛亲像撒玛利亚妇人人，咱所看见的就是即个眼界的井。但是第6章咱嘛看见，即个犹太人嘛是同款。阮的祖先摩西对天降落来的吗哪，互阮的祖先会当食饱。但是耶稣伫遮提醒因，
互玛纳降落来，毋是摩西，是上帝。并且，即个玛纳伊会当指当时恁祖先巴肚枵，但是我就是活命饼，我就是迄个永远食袂过枵活命饼。所以咱伫遮看见耶稣非常了解遮犹太人的想法。当伊看见遮犹太人分底伊的时，看见遮个人表面真热情，伫分底伊的时，总是耶稣看见因内心的想法，甲内心的矛盾。遮个人甘愿相信，迄个几千年以前，伊所听见的迄个传统，是摩西伫遐旷野时。降玛纳落来，互以色列人食饱迄个传统，因佫伊无经验过迄个传统。但是即时即个活命饼徛伫因的头前，即个互无情的人食饱，会为耶稣徛伫因面头前的时，即个人却毋愿来亲身来相信伊所看见的即个耶稣，所以这非常的矛盾。所以这嘛伫挑战咱的性命。但是即回你看见的耶稣是圣经内面记载耶稣人名吗？也是伫你的生命中间，你捌亲身来经验过的耶稣？伊耶稣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降落大大细细无限的问题，但是你敢有看见？咱只有亲身看见，咱才会当搁较侪体会。说到尾，伫遮咱定安尼结论。咱若无用咱的专业来导入，来起造咱的信仰，安尼信仰就是死的。所以伫即段落尾有讲，真侪人迄当时，真侪人分对耶稣，但是当因听见耶稣所讲的话了后，因就渐渐离开，因感觉耶稣所讲的实在太歹行，无可能行，所以因拢离开。落尾只有12个学生留落来。这就是咱所知影耶稣12个学生，但是竟然有12个留落来，毋是所有人拢离开。这表示耶稣的路毋是无法度行，只是歹行而已。但是若愿意，绝对会当靠耶稣来行。所以兄弟姊妹，跟底耶稣的路真正是无好行，甚至咱会有真侪牺牲。虽然咱毋免亲像初代教会遮个信徒，因爱面对款性命选择，但是咱真做耶稣的门徒，咱伫时间、咱伫金钱、咱伫材料顶面，咱一定会过甲迄个无信耶稣的人无共款的生活，一定会过迄个甲咱还袂信耶稣之前无共款的生活。但是耶稣无强迫咱。伊无提倒来威胁咱，讲一定要相信伊。耶稣互咱做出安尼一个选择。毋过伫咱做出选择了后，咱敢真正愿意凭咱的信心来跟缀伊？这个呼召是互所有的人，因为当咱直接讲出咱的信仰告白，我信耶稣基督。当咱讲出咱的信仰破灭的时，咱是毋是互咱的行为、甲咱的宣告是合一的？咱做伙来祈祷。